Kelvin 哥，你應該驗下肝。點解我要驗下個肝先？唔係啊，我覺得個肝咧，因為本身咧係冇咩嘅痛楚咁樣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得閒驗下肝咧，咁啊會健康啲啦。你上次唔係話我哋啲應酬多啊，又夜瞓飲得酒多，要我驗下個肝咩？係啊，所以問下隔離呢位笑咗好耐啦。呢個笑咗好耐嘅，上次就話夜瞓其實冇問題，我聽過佢講。唔係啊咁講啊，係咪啊？夜瞓有冇問題㗎？夜瞓梗係有問題啊！原來有問題嘅，咁就靠你講啦。係啊，嗱，兩位有冇聽過一人一家庭醫生先？其實而家調翻轉頭，我想話咧，即係政府成日都講啦，但係咧好多診所咧，你知啦，佢啲年紀大又即係執咗啊，即係可能我細個睇佢，可能佢40-50歲，到我而家呢個歲數，跟住佢又變咗70-80歲退休㗎啦，冇晒啲 record 㗎啦。喂，你咪話喎，我而家做咗30年，我睇啲病人佢都係個阿媽生咗個仔，個仔而家大個咗又生埋個仔咯喎。即係在我哋嚟講咧，其實咩科醫生先係家庭醫生冇嘅，因為家庭醫生唔係一個專科，你唔同一個心臟科係心臟嘅專科，婦產科係婦產嘅專科。家庭醫生咧就係睇你家庭嘅醫生。OK， 即係話你有一個醫療嘅一個夥伴、醫療嘅朋友，咁我哋就希望其實你有一個家庭醫生，有啲咩頭暈身慶，有啲咩健康需要，全部揾翻呢個家庭醫生。有病嘅時候揾呢個家庭醫生，冇病都需要揾呢個家庭醫生，因為你冇病嘅時候，你要搞清楚其實你有啲乜嘢嘅醫療需要，要做定一啲預防嘅措施，譬如你驗身，頭先我哋一開始講驗肝啊嘛，其實可能你身體嘅問題唔係淨係肝嘅，我哋要搞清楚你個身體嘅風險問題、潛在問題係乜嘢，同埋要了解你家庭嘅背景，有啲咩增加你身體驗身嘅需要，咁所以咪以一個家庭為單位做一個醫生咯。咁如果喺香港嘅人嚟講，暫時如果你未有家庭醫生呢，你最簡單就係去翻我哋而家18區有地區康健中心。咁地區康健中心裏邊呢，你只要參加咗成為佢嘅會員，咁你就可以再喺嗰度配對一個家庭醫生。咁由嗰個家庭醫生，你哋見面開始，再問清楚你個病歷，喺嗰度開始建立一個同醫生醫患關係，我哋叫做。譬如我經常性我有病，可能1年半載我先睇佢一次嘅，但我成日覺得我睇佢10次8次嘅咯喎，佢會唔會知道我已經當咗佢係咧？定係默認家庭醫生？嗱，概念上有兩個重點，一個重點就係你有病嘅時候去揾佢，另一個點咧就係你冇事嘅時候去揾佢。即係我哋講治未病OK， 你冇事嘅時候會唔會無端都去揾個醫生呢？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會，其實我哋希望你會嘅。咁冇事嗰時睇醫生講咩呢？嗱，冇事1年揾一次家庭醫生，同你做翻個身體評估，好簡單。嗱，如果我哋而家頭先講地區康健中心啦，45歲以上嘅人士如果佢從來冇睇醫生嘅，覺得自己身體冇乜毛病嘅，咁去到一度原來血壓高嘅，醫生我都冇頭暈又冇心口痛，點解有血壓高嘅？血壓高係隱性病嚟㗎嘛，冇感覺㗎喎。咁你唔去見醫生，你唔度血壓，佢點知你有血壓高呢？係咪？膽固醇你唔會覺得個心口痛㗎嘛，你要特登驗血先知㗎喎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從來冇睇醫生嘅，覺得冇事，咁你去揾家庭醫生就係同你做下呢啲評估。咁三高係一個評估，癌症係另一啲評估。細路仔都有評估㗎，細路仔佢哋去母嬰健康院嘅時候，度下視力啊，度下高啊嗰啲，其實嗰啲都係評估嚟㗎，咁都係佢哋冇事㗎喎。點解要去呢？就因為要做呢啲評估。咁我想問，喂，啲醫生做專科之前係咪全部都係家庭醫生嚟嘅咧？簡單啲講，我哋喺香港讀醫學院嗰啲呢，個個畢業之後呢，都係家庭醫生嚟嘅。咁不過因為佢啱啱畢業，個個都會可能想進修，可能佢一入就入咗做婦產科嘅 trainee， 咁佢咪一路做到婦產科嘅專科咯。即係家庭醫生呢，即係譬如我喺一個區咁樣，我好多間診所，咁我點樣去揀一間呢？香港政府18區都有地區康健中心或者站。OK， 第一件事去登記。OK， 成為佢嘅會員。第二，免費㗎呢個，就係佢會員，咁你就係佢其中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嘅會員啦。好啦，跟住你就可以配對家庭醫生。康健中心裏邊冇家庭醫生喺度嘅，OK， 冇家庭醫生嘅，你要配對家庭醫生呢，就喺康健中心裏邊一個 list， 嗰個 list 叫基層醫療嗰個指南，咁你就揾翻嗰個你想配對嘅家庭醫生，咁你就揾到你家庭醫生㗎啦。因為你一個人嘅身體嘅所有嘢咧，都同你個家庭有關。假設你嘅遺傳病會同你嘅爹哋媽咪有關啦。假設你個嗰排病，咁你會唔會屋企會有人有流感，咁咪惹咗你流感啦？同埋一啲即係一啲三高嘅病啊，會唔會你家族有三高啊、心臟病，甚至癌症？咁所以我哋即係理解一個整體性嘅人咧，你想全面啲去睇。頭先你講個肝啊嘛，一開始其實我哋家庭醫生咧就係整體去睇嘅。我知啦。總之咧，我而家聽完嗰個結論就係咧，
家庭醫生咧係重要過專科醫生，因為有家庭醫生了解你嘅病歷之後咧，就分配去邊一個專科。去康健中心嗰度登記，OK， 成為佢會員，跟住就掛咗我做家庭醫生，咁我哋隨時再檢查。OK。 OK。